国军为7月初9到7月12这4天，伫屏东的三军联训基地举办联用操演，有各种枪、炮、飞弹的射击训练。因为台海情势愈来愈紧张啊，都有学者是建议国军爱增加反制无人机的训练，提升防卫能力。 反装甲武器标称飞弹飞过天边，拍中目标。国军初9到12伫屏东三军联训基地进行联用演训。初早暗时，照明弹照光保利山顶管制区域。国军伫暗时进行机枪、飞弹等武器的射击训练。袂歹啊，三军而且拍爱训练啊，你无训练是哪有一个基本的功夫啊？对袂？时常爱训练呢。 居民早就习惯炮击的声音，在透早来到附近看，战术直升机伫空中飞，保利山三大山顶区域的山顶，伴着射击的声音，白色的弹着点出现大量的乌烟。技术操演是国军的固定训练项目，学者建议嘛会使应用精细增加其他项目。未来可以增加无人机的防治，比如说在保利山这里用无人机当靶机，测试干扰，或者是说硬杀用火力把它击落。 这些是可以考量放进去的。联用演训了，续来就是汉光40号实兵演习。国防部进前强调，这是上接近实战的一摆演习。随着两岸关系愈来愈紧张，台湾除了伫国际上争取其他国家的支持，嘛透过内部演训强化国军的防卫能力。记者陈焕武、柯正俊屏东报道。